見到個 logo 幾熟悉，就係 Honda 啦。咁呢一部咧就小型家庭車 Fit GB7，安裝 DTE Pedal Box 解除油門限制之後會點呢？好啦，我哋試下呢個迴旋柱一出，咁啊睇下個效果點樣啦。都可以扯住佢，都有力扯住佢。喂，好力咗好多啊！咁多數一架1500cc 應該有嘅力嚟嘅，應該本身 Honda 車個 engine 就個 engine 唔太差嘅，唔差嘅。咁只不過係個電子油門咧就鎖咗啲限制咗，係啦。好啦，而家上斜加速啦，都飆到去，仲有力嘅，可以飆到去。OK，以前就飆唔到去啊，慢啲。之前係咯，又係咁嘅聲，係聲係一樣嘅，但係就個車就好似冇乜速度咁樣係嘛 ？OK。安裝完 DTE Pedal Box 之後，效果真係有好大分別啦！部車比以前更加好力，喺香港非常之實用啊！呢個效果，第時坐滿人都唔怕。歡迎查詢可以 WhatsApp 啦，63409933，亞洲汽車材料有限公司，德國 DTE System 香港代理。